利希慎呢個人脾氣剛烈，做生意從來唔肯食半咁虧，呢種性格最終為佢招嚟殺身之禍。當時澳門嘅鴉片專賣權出咗糾紛，本來利希慎手下嘅公司揸住專營牌照，澳門一個管事嘅官員偏偏想將呢嚿肥肉轉俾另一間公司。利希慎唔甘心食呢個虧，走咗去向澳門總督遞請願書，想保住自己嘅生意，結果激嬲咗嗰個澳門官員，對方反過嚟告佢誹謗。呢單官司打咗一段時間，1928年4月，法院判利希慎打贏咗呢單官司。照計贏咗官司應該係開心事，但係就喺佢打贏官司之後短短2個禮拜，一場災禍悄悄降臨。嗰年嘅4月30號晏晝時分，利希慎行緊喺中環，由九如坊到威靈頓街之間嗰一段路，突然之間槍聲響起，佢身中3槍，連哼都哼唔出一聲，就倒喺成灘血度，當場斷氣身亡。而開槍嘅兇手轉身就消失喺人群入面，再冇人見過佢嘅蹤影。消息傳到澳門，當地一啲同利希慎結咗怨嘅人竟然放起鞭炮慶祝。香港警方收到報案之後，展開全城追兇，利家自己都懸出2萬蚊嘅重賞，但即使係咁，兇手始終冇落網。呢單槍殺案成為咗香港開埠以嚟最著名嘅懸案之一，直到今日依然冇一個官方嘅講法，究竟係邊個落嘅手，又係為咗咩？利希慎個孫女後來喺自己寫嘅家族史入面提到，因為呢件事，佢老豆專登立咗一條家規，禁止所有利家人去澳門。呢條家規喺利家後人心裏頭留低咗好深嘅烙印。好多年之後，家族裏頭有人提起澳門，啲長輩面色都會沉晒落嚟，冇人願意多講一句。利希慎個大仔叫利銘澤，係呢個家族第2代真正輩飛嘅人物。佢好細個就俾送咗去英國讀書，後來考入咗牛津大學讀工程。老豆遇害嗰年，佢仲喺英國，聽到消息匆匆趕返香港。一個20出頭仲未畢業嘅後生仔，突然要由悲痛入面爬翻出嚟，撐起一個10幾口人嘅龐大家族。呢份壓力，外人好難想象。佢呢個人好有意思，一方面對家族生意極有眼光，將老豆嗰啲灰色生意徹底洗白，轉型做正正經經嘅地產收租生意。佢後來剷平咗銅鑼灣座利園山，起咗商場同酒店，挖出嚟嘅泥沙石頭賣俾太古，俾佢哋喺北角填海，兩家因此結落咗長久嘅合作關係。另一方面，佢骨子裏有一種好深嘅家國情懷。抗戰嗰幾年，佢喺內地一間茶葉公司做嘢，借住出口茶葉賺返嚟嘅外匯，暗中買軍火支援抗戰，同當年內地一啲重要人物都有往來。後來香港要由內地引水解決食水問題，佢都係出面斡旋談判嘅關鍵人物之一。一個商人做到咁嘅格局，喺香港嘅商界都算係少見。佢仲參與組建過修建香港海底隧道嘅公司，將香港島同九龍第一次用一條隧道連接埋一齊。呢條隧道通車嗰日，萬人圍觀，邊個都估唔到背後牽頭嘅人之一，竟然係呢個出身於鴉片世家嘅利家長子。利希慎另一個仔就係我哋今日故事真正嘅主角，要嫁嗰個人，佢嘅名叫利孝和。利孝和係利希慎嘅第3個仔，原名利榮根，同大佬利銘澤一樣，好細個就俾人送咗去英國讀書，兩兄弟一齊考入咗牛津大學，大佬讀工程，佢自己讀法律，後來攞到咗牛津嘅文學學位同法學學位，返到香港做執業大律師。呢個人一身國際經歷，抗戰時期佢做過國民政府平準基金會嘅主席，仲做過中國外交部嘅顧問，見過嘅世面遠比一般嘅香港商人要闊得多。咁樣一個家世顯赫又留過洋嘅大律師，到咗39歲依然單身。1949年佢終於結婚啦，新娘就係今日嘅女主角，一個叫陸雁群嘅女子。陸雁群呢個名今日識嘅人未必多，但係佢當年嘅出身放喺成個香港嘅上流圈子裏頭
都係數得出嘅名門閨秀。佢阿爺喺香港同幾個同鄉一齊創辦過一間幾有名嘅銀行，屋企世代經商，金融底子好厚。佢老豆叫陸文瀾，後生嗰陣做過民國政界一位極有權勢嘅人物嘅私人秘書。嗰位大人就係宋子文，係當年掌管國家財政嘅重臣。佢嘅家姐嫁俾咗孫中山，細妹嫁俾咗蔣介石，一家人喺中國近代史上舉足輕重。陸文瀾後來都喺廣東地方政府做過稅務局長一類嘅官職，算係商界同政界都食得開嘅人物。鄉下中山一帶，陸家本來都置咗唔少田產家業，可惜後來時局變遷，嗰啲產業最終保唔住。但係呢樣嘢都唔阻礙陸雁群由細就喺一種見過大場面、識得規矩禮數嘅家庭氛圍裏頭長大。陸雁群1925年喺香港出世，由細喺城裏頭最好嘅女校讀書。二戰結束之後，佢遠渡重洋，走咗去美國加州讀大學，讀嘅係商科管理。1948年畢業返到香港，一個喺40年代就可以遠赴美國讀商科嘅中國女子，放眼當時嘅香港，絕對算得上鳳毛麟角。呢段留學經歷睇落平平無奇，但係就為佢日後展現出嚟嘅商業頭腦埋落咗一粒種子。只不過嗰陣連佢自己都未意識到。1949年5月，陸雁群同利孝和喺香港島上一座教堂裏頭舉行咗婚禮。呢場婚禮辦得有幾大場面，當時嘅港督親自帶住夫人出席，駐港三軍嘅最高將領、律政司、立法局議員、商界名流通通到場。聽講出席嘅人數多達幾千人，成個香港嘅上流社會幾乎傾巢而出。一邊係銅鑼灣嘅大地主家族，一邊係金融世家嘅名門閨秀，強強聯合，珠聯璧合，邊個睇咗都要感嘆一句門當戶對。嗰一年，陸雁群24歲，利孝和39歲，兩個人年紀差咗成15年，但旁人睇住反而覺得郎才女貌，正係天造地設嘅一對。婚後，利孝和同陸雁群一共生咗4個細路，一個仔3個女，其中大女不幸喺7歲嗰年因病早逝，留低咗一個仔同2個女。值得一提嘅係，利希慎嗰一輩一妻三妾，10幾個細路嘅家庭格局喺當年嘅豪門好常見，但係利孝和呢一輩卻淨係娶咗陸雁群一個老婆，3個細路全部都係佢生養。呢樣喺嗰個妻妾成群嘅年代，算得上係一段難得專一嘅婚姻。接落嚟嗰30年，陸雁群嘅生活幾乎係教科書咁嘅豪門闊太太劇本。老公係大律師出身嘅家族要人，生意做得風生水起。除咗家族本來嘅地產生意外，利孝和自己仲經營住一間汽水廠，就係聯合汽水廠，仲有幾間酒店。更加犀利嘅係1960年代中期，佢同當年香港電影圈嘅傳奇人物邵逸夫等幾位富豪一齊合資創辦咗香港第一間無線電視台，就係後來幾代香港人都熟悉嘅 TVB。佢出任咗呢間電視台嘅第一任董事局主席。陸雁群作為利太，過嘅係相夫教子、出席慈善晚宴嘅生活。冇人會諗到呢個睇落淨係識得住旗袍、戴珠寶、做善事嘅闊太太，骨子裏頭藏住點樣嘅本事。命運嘅轉折發生喺1980年。嗰一年嘅6月27號半夜12點45分，利孝和因為心臟病喺屋企突然過身。前一日佢仲好似平時咁處理緊生意上嘅事，冇人察覺到任何異樣。邊個都估唔到一顆心臟會喺瞓覺嗰陣突然停擺。呢個消息對成個家族、對陸雁群本人都係一場地震。利孝和走嗰陣，陸雁群啱啱50幾歲，3個細路，大嘅仲喺外國讀緊書，細仔啱啱大學畢業，喺一間外資銀行做實習生，咩都仲未學識。利希慎呢個人脾氣剛烈，做生意從來唔肯食半咁虧，呢種性格最終為佢招嚟殺身之禍。當時澳門嘅鴉片專賣權出咗糾紛，本來利希慎手下嘅公司揸住專營牌，一夜之間
呢個本來俾老公細心呵護，咩風浪都未經歷過嘅女人，要面對嘅唔單止係失去伴侶嘅悲痛，仲有一大幅產業突然壓落自己膊頭嘅現實。更慘嘅係，3年之後，利家嗰位背起成個家族重擔嘅大伯利明澤，都因為心臟病過身。兩位家族最重要嘅男性支柱，前後唔夠3年，先後倒咗落嚟，留低一大幅產業，冇人知應該點算。照外人嘅諗法，咁樣利家呢一房恐怕要靠住早產坐食山崩啦。但係冇過幾耐，所有人都睇傻咗眼。陸雁群展現出嚟嘅商業判斷力精準到令人難以置信。佢接手老公嘅產業之後，做嘅第一件大事就係將間汽水廠賣咗。當時成個市場上面含糖汽水嘅生意正係如日中天嘅時候，街頭巷尾雪櫃裏頭擺滿咗各種汽水，工廠裏頭部機器日日夜夜唔停咁入樽，邊個都睇唔出呢門生意有咩問題。但係佢偏偏喺生意最好嘅時候，將廠房賣咗俾佳寧財團，將業務賣咗俾新加坡嘅洋協城，套現咗好幾億港幣。當時身邊唔少人替佢可惜，覺得放住一隻識生金蛋嘅雞唔要，實在係嘥。事後證明佢嘅判斷完全正確，健康飲食嘅風潮慢慢興起，含糖汽水嘅生意一年不如一年，而佢早就提前落咗車，落袋為安。賣咗汽水廠攞到嘅呢筆錢，佢又攞嚟做咗一件令所有人估佢唔到嘅事，炒外匯。當時美元匯率走弱，1美元淨係換到5蚊幾港幣，佢大筆買入美元。身邊人都覺得呢個決定有啲冒險，畢竟美元當時確實唔算強勢。後來因為香港前途問題懸而未決，港幣一路走遠，美元反而水漲船高。幾年之後，香港推出咗新嘅匯率制度，將港幣同美元嘅匯率固定落嚟。佢睇準時機，喺匯率最高嗰陣，將手上嘅美元通通拋售出去，大賺一筆。呢一手佢比市場上大多數專業嘅銀行家都睇得更早更準。幾年之後，佢又睇準咗日元升值嘅趨勢，如法炮製，再賺多一筆。呢幾手神操作精準到連班中環頂級大班都睇到眼定定。一個從來冇正式做過生意嘅太太，憑住自己嘅眼光喺外匯市場度來回收割，呢份魄力同判斷力放喺任何一個職業操盤手身上都唔算丟架。冇幾耐，佢將老公留低嘅實業陸續放手，換成現金、股票同外匯，投去自己睇得明、揸得住嘅地方。佢買咗唔少藍籌股，其中包括李嘉誠旗下嘅和記黃埔。呢家係李嘉誠喺70年代尾從英資手上收購返嚟，再一手做大嘅旗艦企業，業務遍佈全球，由貨櫃碼頭做到電信零售，長年都係香港市值數一數二嘅上市公司。李家持有大筆和黃股份，份量去到一個咁上下，幾乎可以話係李嘉誠嘅合夥人，喺間公司裏頭都有幾分話事權，年年坐享分紅。除咗和黃，佢仲睇中咗另一位地產大亨陳啟宗。陳啟宗當年北上去上海發展，喺徐家匯起咗個超級商場，叫上海港匯恒隆廣場。陸雁群嗰陣就投咗錢落呢個項目，透過家族嘅希慎，佔咗個項目接近1/4嘅權益。一晃眼20幾年過去，呢個港匯廣場已經成為咗內地最賺錢嘅商業中心之一。單係1年嘅租金收入就超過30億，鋪位長年租到爆滿，幾乎冇得控過，源源不絕咁為利家收返真金白銀嘅內地租金。再加上利家本來留俾佢嗰啲銅鑼灣物業，經過幾十年嘅地產升值，身價早就唔知翻咗幾多倍。坊間估算佢個人名下嘅資產巔峰時期價值近500億港幣，坐穩咗全香港第一闊太嘅名號。更加有傳言話佢接手嗰陣，手上嗰啲積蓄俾佢喺10幾年間翻咗上百倍，身價一度逼近，甚至超過咗當時嘅香港首富。呢啲數字真假難辨，帶住幾分坊間誇張嘅色彩。但有一點毋庸置疑，
呢個曾經俾人睇小嘅寡婦，用實打實嘅成績單，將所有質疑過佢嘅人都打晒臉。除咗喺外匯同股票市場度大顯身手，陸雁群喺老公留低嘅 TVB 裏頭都扮演咗一個特殊嘅角色。老公過身之後，嗰位創辦電視台嘅另一位大股東邵逸夫接任咗董事局主席嘅位置，一直做咗將近30年。陸雁群繼承咗老公名下嘅股份，1981年俾人邀請加入董事局，做咗一名非執行董事。後來電視台上市，股份越擺越多，佢手上嘅股票市值都跟住水漲船高。到咗80年代中期，一位澳洲嘅商人想收購呢間電視台嘅股份，陸雁群都跟住大股東一齊賣出咗一部分手上嘅股票，套現咗1億2千萬港幣。呢喺當年係一筆了不得嘅數目。往後嗰30幾年，每年 TVB 嘅台慶晚會都會見到佢嘅身影。佢從來唔接受訪問，從來唔上節目談笑風生，唯獨喺每年呢個固定嘅場合會盛裝出席，擔任頒獎或者主禮嘉賓。佢最令人印象深刻嘅係嗰一身又一身從來唔重複嘅旗袍。聽講佢對旗袍嘅講究到咗近乎苛刻嘅程度，布料要揀最好嘅，款式要配合當年嘅流行趨勢，仲要兼顧季節同場合。有時為咗揀塊滿意嘅布料，佢甚至會親自飛去歐洲揀，再加上身上佩戴嘅珠寶首飾，有啲單件嘅價值就要幾百萬港幣。每到台慶嗰一晚，電視鏡頭掃過觀眾席同主禮台，總有人特登留意佢當晚著嘅係邊一款顏色，邊一種花紋，就好似嗰身旗袍本身就係一年一度嘅話題。每年台慶晚會嘅最後，佢會同邵逸夫太太一齊企上台主持嗰場象徵性嘅切蛋糕儀式。香檳一倒，鏡頭一閃，主持人嗌出嗰句恭請利孝和夫人。幾代香港觀眾都對呢個畫面有住深刻嘅記憶。嗰短短幾十秒嘅鏡頭幾乎成為咗無數家庭圍埋喺電視機前面過年睇台慶嗰陣一年一次嘅固定儀式。呢種台慶切蛋糕嘅固定戲碼一直延續到邵逸夫年事已高，行動不便，先至慢慢將呢個儀式交俾陸雁群同其他幾位董事嚟主持。一直到2012年，佢先至正式退落董事嘅職位，由自己個仔接班。即使之後佢偶爾仲會出現喺台慶嘅舞台上，繼續切嗰嚿象徵意義嘅蛋糕。佢公開露面嘅最後一次係喺2018年底一個新落成嘅商業項目開幕儀式上。嗰一年佢已經90幾歲，除咗 TVB， 佢仲喺另外幾間上市公司做過董事，一間係做內衣嘅服裝公司，另一間係後來好有名嘅化妝品連鎖零售商莎莎。佢喺莎莎做咗將近15年董事，直到將近90歲先退落嚟。呢啲董事嘅位置，與其話佢要繼續賺錢，更似係呢位老太太晚年生活入面一種維繫社交圈子、保持體面身份嘅方式。賺錢歸賺錢，陸雁群骨子裏係個虔誠嘅天主教徒。佢呢一世喺慈善事業上面花嘅心思，絲毫唔比賺錢少。早喺60年代，佢就開始替一啲教會學校籌款。往後幾十年，佢多次出任明愛嘅籌款委員會主席，利用自己同 TVB 嘅關係，安排慈善晚會喺電視上播出，借住鏡頭嘅影響力，為慈善事業籌咗唔少善款。佢對醫療事業都好支持，曾經資助過香港大學嘅醫學院，大學為咗多謝佢嘅貢獻，仲專門頒咗個榮譽院士嘅稱號俾佢。好多年之後，明愛一間安老院為咗多謝佢長年嘅捐助，特登用佢個名命名咗一座護理大樓，以此作為答謝。呢位喺外匯同股市度精打細算、半咁唔肯食虧嘅女人，喺做慈善呢件事上面反而顯得格外大方。幾十年如一日，從來冇間斷過，就好似喺佢心裏頭，賺錢同行善本來就係兩件並唔矛盾、各有各章法嘅事。佢過身之後，曾經資助過嘅大學仲特登為呢對伉儷開咗間紀念展覽廳，將佢哋多年嚟嘅捐助同往事整理陳列出嚟，留俾後人參觀。
2022年2月12號，陸雁群喺屋企安詳離世，享年98歲。佢過身之前已經好多年，好少喺公眾場合露面，深居簡出，幾乎與世隔絕。佢嘅仔女喺第二日發咗一份訃告，語氣低調而克制，淨係話喪禮會以私人形式進行，謝絕外界關注。TVB 都發咗一份聲明，表達沉痛嘅哀悼之情。以陸雁群嘅身份同地位，呢場喪禮本來完全可以辦得風風光光，極盡哀榮，但係你而家揀咗一種幾乎令人意外嘅低調方式。設靈嗰日，為咗避免傳媒圍堵，治喪處特登安排好，俾前嚟拜祭嘅親友可以直接喺殯儀館裏頭上車離開，唔使經過外面嘅人群。恨口淨係豎咗一塊簡單嘅指示牌，寫住治喪處嘅字樣，冇任何浮誇嘅裝飾，冇花圈如海，冇名流雲集嘅簽到簿，一切都安排得簡單安靜，就好似刻意要將所有目光都擋喺門外。出殯嗰日朝早，靈柩送去跑馬地一座天主教墳場，安葬喺老公利孝和嘅墓位隔籬。兩公婆生前喺教堂結為連理，死後又喺墓園裏頭重新團聚。一個曾經俾坊間叫做隱形女首富嘅女人走嗰陣，排場比尋常人家仲要簡單。呢種低調同佢生前嗰種從來唔接受訪問，淨係喺固定場合露面嘅作風一脈相承，就好似佢呢一世由頭到尾都用一種沉默而克制嘅方式話俾所有人知，真正嘅財富唔需要用排場嚟證明。講完咗陸雁群本人嘅故事，我哋再嚟講下佢留低嘅呢幾個仔女，佢哋各自嘅人生軌跡同樣精彩。佢唯一嘅仔黎憲彬係屋企最細嘅男仔，老豆過身嗰年，佢啱啱大學畢業，喺一間外資銀行做練習生，咩經驗都仲未有，根本冇辦法即刻接班。後來佢慢慢成長起嚟，接過咗阿媽喺 TVB 董事局嘅位置，又喺家族企業做非執行董事，自己喺澳洲仲參與經營一間娛樂公司，做得有聲有色。呢位獨子性格低調，從來唔願意企去鎂光燈底下，係幾個兄弟姊妹裏頭最安靜嗰一個。佢嘅細女利雲珍嫁咗俾香港另一個顯赫嘅家族，經營酒吧嘅雷氏家族後人。呢門婚姻將兩個本來各自經營唔同行業嘅豪門連埋一齊，一個垂直深耕銅鑼灣嘅地產世家，一個掌管住香港島公共交通命脈嘅運輸世家，聯姻之後關係網越鋪越大。喺阿媽2022年嘅喪禮上面，正係呢位細女同佢老公陪喺身邊送別老太太最後一程。而真正繼承咗阿媽嗰股商業魄力，將隱形女首富呢個稱號傳到下一代嘅係佢嘅二女李韻蓮。呢位女由細就展現出同姊妹唔一樣嘅性格，13歲就俾父母送咗去英國寄宿學校，獨自喺異國讀書，後來又去美國讀完大學，讀嘅係藝術史。讀完藝術史之後，佢又轉去讀法律，攞到咗喺英國執業嘅大律師資格。但係佢偏偏唔肯行律師呢條路，畢業之後向自己個細佬借咗啲錢，飛去美國紐約，考入咗一間國際銀行嘅見習生計劃，由此扎入金融呢個圈子裏頭，一做就做咗30幾年，輾轉紐約、倫敦、悉尼，做過投資銀行嘅高層，又做過澳洲一間大銀行嘅財務主管，仲喺好幾間公司做過行政總裁，將成個西方金融世界摸到通透。呢30幾年，佢幾乎係憑住自己嘅本事，一步一步由一個普通嘅見習生爬到國際金融圈裏頭講得上話嘅位置，冇借助家族嘅名頭都冇人知，佢正係香港嗰個銅鑼灣大地主家族嘅女。身邊共事多年嘅同事，好多人根本唔知呢位講嘢幹練、做嘢利落嘅女高層背後企住嘅係點樣一個龐大嘅家業。直到2011年，佢先至返到香港，接手咗家族嗰間上市嘅地產公司希慎興業，先係做非執行董事，
幾個月之後升做非執行主席，第二年正式轉做執行主席，成為利家第四代真正掌權嗰個。3年之後，佢又俾人邀請加入恒生銀行做獨立非執行董事。到咗2021年初，佢更進一步成為恒生銀行嘅董事長，呢係恒生銀行歷史上第一位女性董事長。再過一年，佢又俾人邀請加入阿里巴巴嘅董事會做獨立董事，負責睇實、合規同風險控制。呢位曾經喺華爾街捱過30年嘅女人，兜咗一個大圈，最終返到屋企，坐到咗家族企業同香港金融機構嘅最高位置上面。而坊間口中嗰個香港隱形女首富嘅稱號，都由佢阿媽嗰一代悄悄傳到咗佢身上。呢幾年，胡潤富豪榜上佢嘅家族財富數字一直維持喺每年8億附近。佢本人嘅年薪都係香港華資企業裏頭最高嘅幾位女性高層之一，甚至比一啲豪門第3代嘅男性繼承人都要高出唔少。2025年初，佢宣布會喺年內卸任恒生銀行董事長同所有相關職務。外界普遍認為呢係一次平穩嘅交接，唔係咩意見不合而跳船。講到呢度，我哋不妨往返睇一眼呢個家族，除咗陸雁群同佢嘅仔女之外，仲有幾位人物同樣值得一提。利銘澤個女利德惠，亦即係陸雁群嘅姑侄一輩，後來走咗去加拿大攞咗個歷史學博士，1998年成為加拿大歷史上第一位亞裔嘅國會參議員。佢喺任內推動加拿大政府立法，將每年5月定為亞裔傳統月。後來仲提筆寫咗一本厚厚嘅家族史，記錄咗利家幾代人嘅興衰起伏。呢本書後來成為咗研究呢個家族最重要嘅資料來源之一。利希慎仲有一個仔利榮森，主要負責打理家族內部事務，係個出咗名嘅文物收藏家，熱心文教事業。過身之後，佢創辦嘅嗰個文化基金會依然喺香港嘅文博界好有聲望。佢呢個人同自己嗰個喺外面衝鋒陷陣嘅大佬唔一樣，性格安靜，中意收藏古書古畫，將家族內部嘅財務同人事打理得井井有條，係嗰種企喺幕後卻撐住咗成個家族日常運轉嘅人物。都正係因為有咗佢咁嘅人佐鎮內部，家族對外嘅生意先至可以放心大膽咁擴張。家族裏頭仲有一位人物叫利定昌，係利希慎嘅一個孫輩。2001年接掌咗家族上市公司嘅主席位置，因為揸住銅鑼灣大幅地皮，俾坊間稱作銅鑼灣地王，長年出現喺富豪榜上。呢個人執掌家族生意嗰幾年，正係香港地產市場起起落落最劇烈嘅一段時期。佢守住銅鑼灣呢幅祖業，不動如山，租金照收，生意照做，睇落一切順風順水。可惜2009年佢喺屋企突然過身，年僅55歲，事先冇任何徵兆，令成個商界都嚇咗一跳。佢嘅葬禮辦得極其神秘低調，冇遺照，冇輓聯，淨係30幾名公司嘅老員工獲准出席，外界連佢嘅死訊具體細節都摸唔太清。佢呢一走，令家族嘅接班一度陷入空檔，公司一時之間冇合適嘅人選可以頂上。直到2年之後，嗰位喺華爾街挨咗30年嘅利運年先至正式返港，接落咗呢個位置。利家歷史上仲有一位常常俾外界誤以為係本家嘅人物，佢姓利，叫利國偉，係恒生銀行教父級嘅人物。60年代香港發生銀行擠提風潮嗰陣，正係佢出面同匯豐談妥咗收購協議，救返咗恒生銀行。後來佢又一手推動咗恒生指數嘅誕生。80年代聯繫匯率制度推出嗰陣，佢都係關鍵嘅協助者之一。好多人以為佢同利希慎家族係近親，實際上佢哋嘅關係淨係算得上係遠房嘅堂兄弟。耐人尋味嘅係，半個世紀之後，真正嘅利家本家陸雁群嘅個女利允年又做咗恒生銀行嘅董事長。兩支血緣上越行越遠嘅利家人，竟然喺同一間銀行嘅歷史上，先後寫低咗各自一筆。家族幾代人行走落嚟，都並唔係事事順心。利希慎本人
英年遇害。佢個大仔有一個細路患咗嚴重嘅精神病，長年住院。另一個細路壯年嗰陣猝然離世。嗰位教父級嘅遠房堂兄弟利國偉，佢個大仔都係打緊網球嗰陣突然倒咗，再起唔返身。仲有嗰位銅鑼灣地王，都係喺55歲嘅年紀猝然辭世。一個家族財富積累得再雄厚，終究走唔甩生老病死呢啲最樸素嘅命題。呢樣或者都係點解利家幾代人始終對低調呢兩個字情有獨鍾。佢哋見過太多突如其來嘅變故，知道再大嘅排場都撐唔住一場措手不及嘅告別。銅鑼灣嗰座曾經紅足60幾年嘅老戲院利舞台，後來嘅命運都值得講一講。由60年代到80年代，香港樂壇最紅嘅幾位歌后歌王都曾經企上嗰座舞台，辦過令全城轟動嘅演唱會。鄧麗君曾經喺嗰度連開過破紀錄嘅場次，場場爆滿，一票難求。羅文，香港樂壇公認嘅歌壇大哥，第一次舉辦個人演唱會都係揀咗嗰座戲院。嗰一晚嘅盛況，後來俾好多老樂迷不斷提起，話係開創咗香港歌手開個唱嘅先河。仲有梅艷芳呢位後來香消玉殞嘅女明星，當年正係喺嗰座戲院嘅舞台上面，憑一首歌一舉奪得新秀歌唱比賽嘅冠軍，由此開始咗佢傳奇而短暫嘅一生。邊個都估唔到嗰個企喺利舞台上面略顯緊張卻唱得動人心魄嘅後生女，日後會成為成個時代嘅偶像，又會以嗰種令人心碎嘅方式咁早就離場。足足10幾年，香港小姐選美嘅總決賽都長年喺嗰座戲院舉行，萬人空巷，星光熠熠。每年嗰一晚，幾乎全香港嘅目光都聚焦喺嗰座細細嘅戲院裏頭。台上嘅佳麗行得一步，台下成個城市嘅心都跟住跳多兩下。可惜到咗90年代初，希慎興業出於商業考慮，將嗰幅地皮重新收返。嗰座承載咗無數香港記憶嘅老戲院正式落幕。原址後來起咗座利舞台廣場，繼續矗立喺銅鑼灣嘅核心地段，熱鬧依舊。只係再冇人可以喺嗰個舞台上面唱出當年嗰種盛況啦。一座戲院嘅起同落，其實都係呢個家族嘅一個縮影。佢哋識得喺最風光嘅時候起一座地標，俾成個時代喺度留低回憶，又識得喺需要嘅時候乾脆利落咁將佢拆咗，換成更值錢嘅嘢，半啲都唔拖泥帶水。時間係個好奇怪嘅嘢，佢可以將一個靠賣鴉片起家嘅灰色家族，一步一步洗白成香港最體面嘅老錢豪門之一。佢可以將一個從來冇做過生意嘅心窄闊太太逼成一個眼光精準嘅投資高手。佢都可以將一單喺中環街頭光天化日之下發生嘅槍殺案變成一單永遠塵封嘅懸案，冇結局都唔需要結局。如今銅鑼灣嘅高樓依舊林立，嗰幅當年380萬買返嚟嘅山頭早就變成咗寸土寸金嘅商業心臟。每日有成千上萬嘅人由希慎廣場、利園商場門口經過，匆匆忙忙。冇幾個人會諗起呢幅地皮嘅最初曾經牽連住一段鴉片生意，一單未破嘅槍擊案，仲有一個女人用佢沉默而堅定嘅一生守住咗呢一切。時光流轉，故事講到呢度都該歇一歇啦。嗰座老去嘅城市，嗰啲遠去嘅面孔，嗰一集又一集再冇人可以復刻嘅旗袍，都已經靜靜咁融入咗維多利亞港嘅夜色入面。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歡迎訂閱、讚好、轉發，我哋下期再見。